完成上帝你交付嘅責任，喺今日呢個當下嘅社會能夠見證你，就好似燈台一樣，照耀周遭嘅黑暗。主啊，我而家奉耶穌嘅名，代表眾牧者向佢禱告，求你祝福臨在，讓主你大大充滿使用。我哋咁喺面前感恩嘅禱告，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。阿門。請各位弟兄姊妹以掌聲嚟帶去。好，我要將一個嘅證書咧係交俾牧師。我知道咧，教會係有一個嘅禮物咧係送俾牧師嘅，請教會嘅彭執事。